真是谢谢你啊！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姑娘，为何要爬着狗洞？一言难尽。姑娘是苏府之人，不能告诉他我是谁。丞相千金钻狗洞，太丢人了。要是让娘亲知道，非责罚我不可。大人，你和这位姑娘认识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这堂堂丞相府中的人，竟然会从狗洞里爬出来，莫不是贼吧？贼？你说谁是贼啊？我长得像贼吗？你你才是贼，你全家都是贼。哎，不是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秦都尉？你姓秦，叫秦都尉？那你爹是谁啊？放肆！竟敢追我们都尉大名！在下秦朗，现任京城骑都尉，家父是镇国将军秦维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小姐，让开！天，看来这位姑娘还真是苏府的人。走，回衙门。是。小姐，那个……嘘，就当没看见。表哥，天气炎热，喝碗绿豆汤吧。表哥过来找我有事吗？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表妹，爹娘还在等你对娄家堡提亲一事的答复。这事我知道。那你的答复是？我还没想好。娄家堡在江湖上名声响亮，娄少主也是一表人才，想必爹娘也会觉得这是门好亲事。是啊，我从小寄人篱下，虽然舅舅舅母待我如亲生女儿，你们与表妹待我如亲手足无异，可是我到了嫁人的年纪了，不能再打扰你们了。不，表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尽快给舅舅舅母答复的。祈愿符嘛，祈愿符，姑娘，你快看看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灵了。你要是有什么愿望，把这个符啊往树上一挂，不出3天，保管灵验。真的假的？真金不怕火炼。要几个？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15个。什么
15个。15个？哎，这我老板，要不我拿这些东西跟你换吧？它起码值10两银子呢。姑娘，我这个祈愿符是祖传的，1两银子一个。你这10两银子恐怕不够吧？1两一个，也太贵了吧！哎，姑娘，我们家的祈愿符可是包管灵验的。可是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啊。姑娘，你手上那个玉佩值4、5两银子。这个玉佩可不行，这是我哥哥给我的，说是以后给我未来的夫君。虽然不知道它值多少钱，但是我不能给你。哎，姑娘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玉佩抵押在我这里，明天呢，你把银子带来了，我再还给你，不就得了吗？明天？还在这儿？我天天在这里啊，我们做生意言而有信。好吧，我相信你。姑娘，我看你这么有诚意啊，这里呢还有20个祈愿符，我呢就全送你了。来，拿好了啊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姑娘，留步，从这边往东边走，有个许愿树，你把这个符往上一挂，越高越灵啊！快去快去，现在人少，赶紧啊！哎，赶紧去啊！就在东边拐弯的地方。好。各路神仙保佑，爹爹、娘亲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这个红绳跟师姐手上的可真像。回京城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师姐他们怎么样了。保佑。你是谁？你别怕，我叫杜瑶冰。你别跟我耍花样，你到底是谁？还有，这里是哪里？你最好跟我说清楚。你看你生得这么标致，脾气倒还不小。我好心救了你，我还没问你是谁呢，你就问我，你不觉得应该有个礼尚往来，先来后到吗？你呀，现在就在这儿好好休息。我要是想取你性命的话，就不会留你到现在了。哎呀，姑娘，我虽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，但是我杜瑶冰既然救了你，不把你治好，我是不会放你出这个大门的。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要做，你要是跟我耗着，我就跟你耗着呗。好吧，那我出去帮你看看熬的药好了没有。哎，姑娘，我可以相信你吗？当然了，
我杜瑶兵的人品，在这太乙山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不字。姑娘，我遭仇人追杀，流落于此，请姑娘勿向他人透露我半点行踪。放心吧，有我保护你，没有人敢动你半根汗毛。简直价值连城，赚大了！保佑三哥苏泽别再像木头一样，多说话更健康。保佑梁天表姐。梁天表姐，不就是我未过门的堡主夫人吗？什么堡主夫人啊？你想得美！我爹娘同意了吗？我表姐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了吗？这还需要你同意啊？父亲，回来了。新官上任，事务可顺利？父亲不必担心，调查正在进行当中。明日，你去丞相府拜访一下，把你连日来收集的魔教情报，向丞相大人汇报一下。是。你好好歇歇吧，我去书房了。请。我们家老爷在书房处理一些事务，特地吩咐小的伺候您吃一些茶点。老爷一会儿就过来。客气了。等一下。啊。这个是否是府上小姐的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家表小姐的。您看，这是表小姐的名讳，是她亲自绣上去的。表小姐啊，秦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家表小姐闺名唤梁天，是我家老爷过去妹妹的遗孤，从小就被我家老爷接到府上，与我家小姐一起长大。秦公子，请在那边亭台等候。娘亲怎么还不来啊？6哥做的点心为什么就吃不腻呢？每次他都不重样，你说我能戒掉吗？真可恶！上次居然还被卡在狗洞里了，太丢人了！
好些了吗？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姑娘误会了，是家父派我来府上拜见苏大人的。那你怎么来这儿啊？你应该去书房啊。这是府上家丁带我来的。肯定又是爹娘搞的鬼。啊，对了，梁姑娘，这个手帕应该是你的。嗯？表姐落在我这的手帕。上次原本想把手帕还给姑娘，奈何梁姑娘匆匆离开。梁天这个名字真的是与众不同。亲公子啊，谢谢你还我手帕。这些点心你随便吃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啦。三公子，表妹，你去哪儿？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表哥，我只是去书房逛逛。走吧。撤！撤！在下失礼，如若惊到了表小姐，还请见谅。可是娄家堡少堡主，正是。素闻丞相府表小姐冰雪聪明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不知娄少主找小女何事？在下前几日曾去丞相府登门拜访，我前去的目的，想必表小姐应该是清楚的。是。素闻表小姐博览群书，没想到对草木类的书籍也有研究。只是随便看看。娄少主，您托我们追查的草木经已经找到了，历时2年有余，实属不易。草木经，表小姐也知道这本书？草木经已流传100年。是世间仅有的记载了天下奇珍异草的珍贵宝书，多年前早已失传。坊间只把此书当成一个传奇，谁曾想，竟然真的能找到。找到这本书确实不容易，费了很多的功夫，不过也是值得的。不知道表小姐有没有兴趣跟在下一同阅览？娄少主若不介意，小女也想一睹草木经的风采。表小姐在找什么？曾君刚。下面的第3本便是。找过了，未见灵芝科。灵芝科在我手上，等我看过九瓣灵芝这一章，便借予表小姐阅读。九瓣灵芝，素女师傅说了，只要有月亮花种和九瓣灵芝，就可以医好我的病。少堡主对九瓣灵芝有兴趣？家父在世的时候，喜欢收集奇书异草，对医药食补也颇有研究。相传，千年能长成碗口大小的九瓣灵芝，乃万药之王，能够真正的芳香开窍、起死回生，是不可多得的万世珍奇啊！
九瓣灵芝多藏于高寒恶劣地带或险峻原始森林、悬崖峭壁、人迹罕至之地，特灵芝周围伴有猛兽毒虫，垒杀瘴气，万分惊险难得。自古以来，诸多王公贵族均想得而不能。据说这灵芝粉，普通人服下可以返老还童，而习武之人喝下，武功可以精进数倍。这灵芝粉还能解万世的奇毒，真是不可多得的仙草。娄少主当真相信这个世上有九瓣灵芝？在下不只相信，而且一定可以得到。够了！老爷、夫人，小姐她跑了。没聊上。小姐一见到秦二公子，一溜烟就跑了。走，去看看。秦朗见过大人、夫人。不必拘礼。快坐下，苏府没那么多规矩。谢大人、夫人。刚才一直在忙，倒是让贤侄久等了。大人言重了。听你父亲说，最近杀人案件有了新的进展，说来听听。是。京城这2起案件，受害人皆为年轻少女，且身体健康，品貌端正。案发时间都是在深夜之时，且都是独自一人，并未有目击证人。但是这2位受害人皆被吸干了全身的鲜血。秦朗原本想张贴告示，警示出行女子小心，但是又怕这样一来会弄得人心惶惶，且容易打草惊蛇，所以特意来请示大人。的确如此。这2起案件都是在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且手段独特。秦朗认为，凶手应该是最近才到的京城，而且与魔教有关。月灵宫。正是。月灵宫公主以吸血为生，但是这些年却销声匿迹了。秦朗在西域3年，正是追查魔教的去向，只是一直未有结果。看来这魔教又出来祸害人了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快扶夫人回房间休息。是，我没事。楚阳，你回去，这儿有我和贤侄商量对策，你先回去吧。也好，让你见笑了。晚辈不敢，请夫人保重身体。这魔教又出来祸害人了，真是让人心忧啊。依贤侄的意思是，既然这2起案件都是最近发生的，秦朗以为应该先以客栈、流动人群入手。三少爷在这站了多久了？少说也有2个时辰了。自从表小姐走后，就站那儿没动过。哎，正。老
劳烦娄公子一路相送。表小姐客气了，日后恭请表小姐到娄家堡坐坐。草木经博大精深，值得细细品味。若不麻烦，以后定会前去赏月。在下娄轩，料想这位是府上公子吧？今日多有不便，先行告退，日后定会登门拜访。他就是娄轩啊？是。你们。表妹，表妹，表妹，你去与娄轩见面，说明你已经决定了。我没有刻意与他见面，我说了，我们是在书房偶然碰到的。表妹，从小到大你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谎话。你是在指责我骗你吗？从去书房回来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三表哥，不知道从小一起长大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原来10几年比不过几个时辰，原来这么快，你就可以说不认识我了。夜深既得林奇雨，说花时，归来去，叫人每日思量，到底与谁分付？其奈冤家无定居，约云朝，又还雨暮。江垒入渊亲，总不成行步。三表哥，他日即使我嫁作他人妇，也依旧会长久怀念我们对饮诗词歌赋。吃了晚膳再走嘛。多谢大人盛情，晚辈今日冒昧前来，实属不敬。改日必定再来拜见，届时与大人一起饮酒，以表晚辈心意。也好，也好。难道他就是苏冉冉？